现在应该是杨芳瓜采收的季节，不过是坐到安南区一带的瓜仔园，不但杨芳瓜生袂大，而且买流拢扣去。不管农民安怎收果，甚至订种，还是同款，互农民要靠无目屎。看了几年啊，瓜仔种拢无啦，口起佫种嘛是无，种2遍拢无安尼。啊，就种就扣尾。消灾鱼啊！对此，议长郭庆良甲立委陈廷辉日前邀请农粮署、南区分署甲市府农业局来会勘，希望中央会用的专款来救助农民的损害。今年农作物你看就是像这样，欲哭无泪。那我们这个全台南市栽植的面积呢，讲的不多，但是损失的面积呢已经超过1半以上。那希望中央能够呢专款来这样补助，那地方也申报，那地方也是拜托一下。那这个灾情很严重，希望大家能够共同为这个农民，让他们能渡过难关。咱今仔日接到咱郭庆良议长的တင်情啦因为听到咱地方咱农民大家看到这个情景起来是欲哭无泪啦因为大家知影讲，原本过去总是若摆佫加减佫会当收成，但今年是全部崩溃啦规个完全一粒都收袂起来。因过去嘛是讲用蔬果看会当救起来无，结果咱看到蔬果起来嘛是安尼，规个拢打紧啊。大根根本就完全无摘掉，过去做后续的一寡相关的这个补救的动作。所以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农粮署、咱农委会、农粮署相关单位，咱分署长也特别落来，佮农改场来了解讲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尤其今年是完全拢袂当收，是气候，还是这个病毒害？这一定要查清楚。议长表示，过去杨芳瓜一直是安南区有名的农特产。种植的面积有几十甲，虽然面积无大，不过损害却超过1半以上。每一甲地无算人工，敢若是成本就要3万块。现在却拢无法度收成。议长甲立委表示，除了希望农粮署会用个斗相共调查杨芳瓜无法度栽种的原因，另外嘛希望会用个得到政府的专案救助。台南新闻综合报道。